在2021年的时阵，在高雄是发生城中城大楼的火灾，迄当阵是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嘛反映着旧大楼的消防安全的问题。即嘛新竹市为着避免这款的消防意外，是针对着30栋6层楼悬以上的大楼来补助装警报系统，而且也有防火门甲灭火器等等。这嘛是全国头一个专业补助消防设备的院市。 旧大楼常常因为旧年无人管理维护消防安全相关的设备，早就已经歹去啊。但是着火烧，就会造成严重伤害。为着要改善旧大楼的消防设备，新竹市府今年按算，予已经上无30年历史、悬6楼以上的旧大楼，通免费换消防设备，相关补助50万。消防设备如果不完善、不齐全，也没有更新的情况下，其实对任何住户来讲，应该都是会胆战心惊。 那因为我们人住在里面嘛，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没有事前或者是没有事前的一些预警呐，哈，那当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补助系统性的一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跟广播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设备的一个诱因，来让我们老旧社区大楼，因为他们经费的一个不足，来让我们政府投入部分的预算，来改善整个老旧大楼的一个消防设备。 只有指出，一般大楼消防设备要换新，通常爱开真侪钱，旧的社区要装经费真困难。希望透过补助方案，让民众的消防安全有保障。我们全市目前统计起来有497栋需要来去做相关汰换升级的老旧大楼。那目前我有请都发处定期回报，现阶段有100栋是比较在初级阶段需要这个优先来去处理汰换的部分。 不过，市府表示，这大楼符合资格，拢会当由管委会提出申请，希望透过免费补助来提高民众改善的意愿，全面提升民众骑驾安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